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石硤尾 Belgravia Place 一個265尺一房嘅單位。Belgravia Place 位於巴域街1號，喺2025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10尺9寸，個廳大概係7尺乘20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呢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7尺，咁喺呢個位置呢，啱啱好放得落一張4尺嘅床。窗外景觀，洗手間就喺門入嚟嘅隔離。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